艾拜杜拉·伊布拉因被警察逮捕。著名的维吾尔作家艾拜杜拉·伊布拉因在乌鲁木齐被警察逮捕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著名维吾尔作家艾拜杜拉·伊布拉因在2018年初被当地警察逮捕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此消息需要进一步确认。艾拜杜拉·伊布拉因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后，调入青年杂志社，历任编辑、总编辑、编审。东突厥斯坦代表团访问印尼，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图姆图尔克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，并进行了一系列会晤。他们在著名伊斯兰组织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协会进行了访问，并与该组织主席和总秘书交换意见。去年12月，雅加达举行了大概100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活动，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打压政策。与此同时，孟加拉国穆斯林举行游行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行为。美国公司停止跟一家中国供应商店合作关系。一家美国运动服装公司停止跟一家中国供应商店合作关系，原因是怀疑后者在东突厥斯坦雇佣强制劳动力。美国冠牌运动服装公司说，它将停止从和田泰达服装公司采购货品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卢康声称，中国已经废除了劳教制度。日本和中国的防务竞争，除了先前订购的42架外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和内阁还批准了购买105架 F-35的各采购计划。通过此次收购，日本成为该计划的最大国际客户，总共订购了147架 F-35。蓬佩奥的评论引起注意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美国从叙利亚撤军问题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注意。他说，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在叙利亚重建一个活动，但愿我们不需要这样做。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访问土耳其之前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，将以适当的速度撤出叙利亚。